咁啊，聯儲局嘅暗示即係如果嚟緊有個失業率係上升嘅時間咧，佢會考慮咧係6月份咧就會減息嘅。咁啊，如果真係6月份減息咧，距離而家咧足足咧有成55日，咁所以而家呢一個訊息似乎咧就釋放得係太早嘅。咁啊，呢一樣嘢咧會令到美股短暫嘅興奮啦。咁對於港股嚟講咧，如果係美國減息，港股係一定受惠嘅。咁但係都要重複一次，係55日之後，唔係下個禮拜減息，係55日之後。咁所以咧，港股就算係正面反應都好咧，唔會大幅上升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恒指而家已經到咗呢個保利加通道中軸線啊嘛，始終都係有啲壓力嘅嚇。咁啊，即使聯儲局暗示埋你話減息咧，我相信都未必升得破呢個22,500嘅。如果要等升破咧，可能要等下個月5月份啦，5一黃金週完咗翻嚟咧，先至有少少嘅機會嘅。可能要等到明示先至得喎，暗示都唔得喎。係啊，嗱，要記住啊，呢個明示同埋暗示咧係真係有一個咁樣嘅運作，因為今時今日咧，行長咧係講呢番説話嘅。咁啊，鮑威爾本身自己冇講到㗎嚇，鮑威爾都驚咗特朗普啦。咁所以咧，炒你又醒啊！又話如果你再唔減息，就炒你㗎啦咁啊。但係我覺得嚟講咧，鮑威爾咧唔會騷啊特朗普嘅。